我哋記住今日我哋嚟係為咗我哋嘅仔女，係咪啊？我哋要求嘅只係一個讀書嘅機會。我哋呢個要求係咪過分啊？其實而家我哋嘅小朋友都係智力有障礙。我自己嘅女咧就嚴重弱智，佢嘅能力係有限，但係唔等於佢冇能力，唔等於佢唔可以學習，唔等於佢唔可以成長。我好希望咧，佢能夠繼續有一個機會咧，喺一個學習嘅環境裏邊成長。我相信呢個要求都唔係好過分，係咪？係。咁佢究竟應該喺學校裏邊學習幾耐？係咪要去到18歲佢就一定要走？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唔應該係由官僚畫一條死線，18歲就唔俾我哋讀書，係咪啊？係。其實冇可能嘅，一個我哋話香港係咩國際嘅金融中心，你有冇聽過啊？有。我哋又話咩香港好先進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呢單都係好似我今朝喺電台都話係世界新聞嚟嘅。智障嘅學生好中意返學，但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咧就想唔俾佢哋返學。咁呢個係咩世界金融中心咧？歧視啊！呢個係歧視。我哋智力正常嘅小朋友係冇年齡上限嘅，佢哋需要讀書，學校老師認為佢需要留班，需要繼續學習，佢可以繼續留喺學校度學習。新高中嚟緊，佢哋會更加係多3年嘅高中教育，但係咧，政府嘅交通局而家轉咗名叫教育局，佢哋成日都轉名啊，同嗰啲政策差唔多，轉來轉去。不過對智障學生咧，似乎就一貫都唔係幾好。佢哋就話咧，過去我哋咧就有呢個12年嘅教育㗎啦，已經讀到都係18歲㗎啦。佢點計咧？就係6年小學加4年初中，再加2年延伸。咁於是咧，你咧就6歲入學，讀12年啦，就讀到18歲就走啦。而家有新高中，咁佢話嗱6年小學、3年初中、3年高中，你又係讀到18歲就走啦。咁都幾犀利呢個魔術。無論有冇新高中，原來智障嘅學生咧都係18歲走嘅。有新高中又係讀12年，冇新高中又係讀12年。咁我哋嘅新高中去咗邊啊？冇咗。我哋嘅新高中就好似魔術咁，俾教育局咧一下掩眼法，原來冇咗嘅。原來智障嘅學生咧係冇新高中，呢個係好大嘅侮辱。
係對智障學生嚟講咧，係想揾我哋笨。不過呢個亦都係一貫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咧？過去我哋喺立法會爭取334改革嘅時候咧，其實政府都唔記得咗智障學生。喺佢嘅334嘅改革嘅諮詢文件裏邊咧，智障學生係完全冇提過，係漏咗，係唔記得咗大家嘅存在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教育嘅政策嘅主宰嘅人，佢哋所考慮嘅智障同學嘅需要。新高中，冇我份，18歲，逼我走。新高中，冇我份，18歲，逼我走。我要讀書，我要返學，我要讀書，我要返學。好啦，因為咧而家雨勢越嚟越落越大啦，我都唔希望我哋小朋友淋濕。無罪風雨，還我讀書權。